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最近来到台湾，引起潮流。因公司的股票绩效嘛，伫美国创下历史新高。辉达的市值即马已经超过美金3兆，而且拼过 Apple 苹果公司，已经加入全世界市值第2大公司，嘛带动咱台北股市昨昏收红，也有台积电股票绩效起超过4%，收伫894块，嘛起40块。 Your future laptop, your future PC will become an AI. It'll be constantly helping you, assisting you in the background. The PC will also run applications that are enhanced by AI. 后壁列出辉达100个优盘，包括台积电这台湾企业甲大学，展现辉达甲台湾的密切关联。执行长黄仁勋到台湾，近2礼拜时间，辉达的股价一直大起，拜三个大起5.16%，收伫1224.4美金。AI 半导体产业伫市场正热，嘛带动台股相关供应链顶下游产业拢起。台积电初六收盘大起40块，收伫894块，有希望看上900块。台积电正是所谓的辉达在高阶晶片，尤其是人工智慧晶片解决方案的供应商，而且这个部分的合作的话，其实除了在整个晶圆代工之外，也包含了后段的异质整合的先进封装。无论是辉达或者是超微，都跟台积电彼此互相依存。辉达股价持续创新高，也互市值突破3兆美金，相当是代表97条，创下历史新高。除了是头一间3兆美金俱乐部的半导体公司，也是全球市值第2大公司，净值超过苹果的2.99兆美金，格拉斯微软的3.15兆美金。辉达前一届市值超过苹果已经是2002年，当时2间公司的市值拢较无100亿美金，即卖已经差真济咯。Earnings were about, I think, more than 95% through the earnings season, and the earnings picture has been a positive one. We're coming through for Q1, the fastest growth since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2 year over year, with about 6% growth across the board compared to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辉达股价今年已经大起147%，市值加1.8兆美金。反映市场对辉达 AI 晶片需求真大的乐观展望。华尔街认为，辉达超过微软只不过是早晚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